龚建章特别报道来看到，特别客家人不论做好事做坏事，都谈入到八禁。故宫美浓的八禁师傅钟才祥，贵成人为美浓地区的生命力学做见证，更用简谱写下口语相传的老口条，透过剧本的书写，把汉人当年有机会来学八禁，是按人均的付出，不给拿到了经验的客家龚建章。一代人判他的两个人纪县内，那一代人打给我为主。2005年，4个人一组的美浓客家表演，所有抢去法国表演，而出发前提特别的演出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77岁的钟才祥，14岁开始学纪县内，参加客家表演60年国家，伊也得到今年的客家贡献奖。客家人上只，评审评了讲也过3关啊呢。经过3关啦，哎，唔掂啦，你语言嗰度啲，让他个很上只，千样，最多些人都做9多些。屯客家表演上小下戏系钟才祥贵成人的志愿。3年来，艺术贡献社区发展协会的邀请，每礼拜用2安部以历史期个人的生活强教大家。好人讲，办方对今年头戏师已经目前好强欣赏嘞。不过老师傅为找到一屯学习成果，上小下戏最里面隔天免费去教大家。经费的问题，无重点去问老师的，所以家都停下来嘅。后来呢？各位两大人咧，老师讲安尼做唔得，我眼見邊學到一啲人家繼續行，所以人繼續行嘅要差唔多2年的時間。老師就話嚟奉獻，對啦，真係帶領人哋行。因為一種傳統藝術嘅東西，還是以我哋客家一個特別嘅東西，所以我哋就講後生嚟做一件事情，就講感謝就我哋先生很願意嚟教我哋啦。學使用音樂是得看樂譜，唔過傳統嘅表演，如果意思老師傅按嚟教，一種上手處嘅外國人係會要求嘅個唔準嘅問題。喺作品家下接觸到使用樂理嘅鐘才祥，對藝術次嫩同印象當中嘅表演寫作簡譜，大幫人呢傳統嘅音樂也是得順勢嘅教下去。太普跳，多跳埋，嘛個全部安尼玩，你彈嘅寫邊嘅阿拉伯數寫出來，寫嘅係用寫嘅對個，哆來咪發嗦去到標準冇，要那寫譜。以前用口傳心說，記嘅係記嘅，他個記起來後擺會變成冇相同，所以變成以前嘅安尼人，面嘅人言這會冇嘛相同，嚇個天一方面學習起來啲下嚇，唔講嘅，我要看文譜。學習起來個價。談論大環境改變，接觸客家表演嘅人越來越少嘅，連帶表演嘅舞台也受到限制。老師傅鐘才祥貴成人用連結土地嘅音符來見證美濃客家地區嘅生命歷史，對時空嘅變化，也用親實際嘅行動同以親中意嘅表演交伴下一台。客家新聞曾分之高雄報道。